每日經歷神。1月3日，但以理卻立志不以御用的佳肴美酒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監長容許他不玷污自己。但以理書1章8節。你敢唔敢相信嗰位召你歸向佢，並且賜予聖靈保惠師嘅神，能夠藉住你嚟行大事呢？你係咪能夠將你生活嘅時空同神喺你身上嘅召命連結喺埋一齊呢？世上冇一件事會出乎神嘅意料，為咗某一個特定嘅目的，佢準確咁樣將你安置喺而家呢個處境。但以理冇將佢當時嘅試探介入佢同神嘅關係當中。佢知道自己必須喺所有事情上面信服神，先至能夠為神所用。唔理世上最有權勢嘅君王嘅命令係點樣，但以理拒絕妥協去違反神嘅誡命。歷史上充滿眾多基督徒嘅榜樣，佢哋相信神能夠使用佢哋，使神嘅國度大大不同。神策略性咁樣將以斯帖安置喺皇宮裏面，好讓佢喺緊要嘅關頭拯救神嘅百姓。神又使約瑟成為埃及法老王手下最有權勢嘅宰相，使雅各一家免得死於饑荒。你係咪任由環境嚟決定你嘅一生呢？因為願意讓神使用你嚟改變你嘅世代呢？你而家就可以求神顯明佢對你一生嘅計劃，同佢喺你每日生活中大大小小嘅旨意。